所謂咖啡不離手，香港人真係好忙㗎，就連享受一杯咖啡嘅時間都係奢侈。打份工啫，有人要一個人做晒2個甚至係3個人嘅工作。有人話拼搏就係香港精神，趁後生梗係要搏要捱啦。但到底要搏到幾盡呢？搏到幾時先完？業績又要去到幾多先夠呢？今次就聽下呢則經典故事，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調節生活節奏。故事描述3位有唔同職業嘅人出家之後嘅故事。呢3個人以前一個精於古琴，一個係打鐵嘅，而最後一個就係幫人洗衫嘅。古琴師出家之後非常用功修行，不時都自己一個走入森林禪修。可惜佢一直都冇辦法突破自己，於是佢就諗啦：我係僧團入邊其中一位最勤力嘅學生，但係我咁耐都去唔到無憂無慮嘅境界，唔通我根本唔適合修行？其實我家境咁好，不如我都係還俗返屋企啦，又可以享受生活，都可以繼續行善積德，都唔錯啊！呢個消息好快傳到佛陀度，於是佛陀就去揾古琴師。古琴師見到佛陀好開心啊，就向佛陀問訊，然後坐低咗。佛陀問古琴師：你係唔係見修行冇乜進展，於是想還俗返屋企，享受俗家嘅生活？尊敬嘅老師，我係有咁諗過。你未出家修行之前，係咪好精通古琴嘅呢？老師，我以前幫人調教古琴，而我都識得彈嘅。咁我問你，如果琴弦調教得太緊或者太鬆，彈出嚟嘅聲音又好唔好聽呢？梗係唔好啦，如果太鬆，根本彈唔出聲。如果琴弦調教得啱啱好，咁彈出嚟嘅聲音又會點呢？咁就梗係好聽啦。冇錯啦，修行同調教琴弦都好似。如果我哋過度用功，冇法子達到預期效果嘅時候，心就好容易唔耐煩。如果太鬆散，就會變成懶惰嘅人，兩者都唔妥當。你應該學習適量咁投放精神，唔應該操之過急，都唔應該過度緩慢。佛陀離開之後，古琴師記住佛陀嘅指示，不急不躁咁繼續修行。冇幾耐，佢就達到無憂無慮嘅心境啦。至於洗衫工人同打鐵工匠，就跟隨佛陀大弟子目犍連修行。目犍連教授佢哋唔同嘅禪修方法。洗衫工人練習觀察呼吸，令心境達到安定；而打鐵工匠就學習觀察屍體，通過觀察唔同嘅不淨同污垢，去除過量嘅貪慾。可能聽眾聽到觀察屍體會嚇親，其實觀察屍體喺佛教國家泰國係好普遍嘅事。只要得到死者家屬允許，醫院就會通知僧人嚟觀察屍體，方便僧人修行，可以話係泰國嘅傳統。過咗一段日子，雖然洗衫工人同打鐵工匠都非常努力練習，但係始終都係冇乜成效。有一日，目犍連嘅好朋友，同樣係佛陀嘅得力弟子舍利弗就嚟探望目犍連。舍利弗問目犍連：聽聞有2位弟子跟緊你，佢哋修行成點啊？雖然佢哋2個都好勤力，但始終都未修成正果。哦，你教緊佢哋用乜嘢方法呢？我教其中一個觀察呼吸，另一個教佢觀察屍體。哦，咁樣。咁佢哋2位以前係做乜嘢職業㗎？一個幫人洗衫，另一個係打鐵嘅。咁唔係幾好啊，目犍連。洗衫嗰個工人成日都要將啲污糟嘅衫褲洗乾淨，佢對污垢就會比較敏銳，所以不妨叫佢試下觀察屍體。而另外打鐵嗰位師傅，因為佢成日都要控制住打鐵時候用嗰個氣囊，對氣體嘅流動應該比較敏感，可以叫佢試下觀察呼吸。
穆建連聽落都覺得幾有道理，就依照舍利弗嘅建議，將兩位弟子嘅修行方法對調。結果冇幾耐，佢哋兩位都修成正果。呢次嘅故事係圍繞住經典所講嘅中道。第一段故事，古琴師出家之後係非常認真咁修行，但實在太用功，令身心承受好大壓力，於是冇辦法進步。經過佛陀嘅指點，修行係要中道，太急太懶都唔得嘅，令佢終於突破關口，有所成就。佛陀所講嘅中道係指身心嘅狀態，對打工仔嚟講都啱用嘅喎。好多人睇成功只係睇賺幾多錢，做嘢有幾叻，完全忽略咗健康同埋精神嘅狀況。試諗下，假如你賺到好多錢，但係健康出問題，而且精神都已經扭曲晒，中意玩辦公政治、針鋒相對，咁就真係已經輸晒。一來你賺翻嚟嘅錢會攞晒去睇病，即係話辛苦賺嚟嘅血汗錢捐晒俾醫生，供佢個仔讀書或者係買樓。二來靠耍手段而得嚟嘅勝利，只會令你樹立一個又一個嘅敵人，而且心理上嘅扭曲會影響埋屋企人同伴侶嘅關係。你嘅仔女都會俾你翻屋企嘅負面氣場所影響。保持良好嘅身體狀態係必須嘅。若果身體出現問題，真係賺幾多錢都冇用，冇得去玩，冇得去旅行，而且辛苦嗰個係自己。相反嘅話，喺工作裏邊可以同人建立良好嘅合作關係，大家都賺到錢，下次合作先有 say。所以佛陀所講嘅中道係從每個人嘅身心狀態去衡量，而唔係客觀嘅數據。錢永遠賺唔夠，工作永遠做唔完。當你已經出現咗健康或者精神嘅問題嘅時候，就唔好再同人比較財富、比享受。你嘅目標應該係同你嘅自身嘅條件有一段嘅距離，需要更多嘅時間先可以達到。第二段故事係講中道深一層嘅意義，懂得選擇。雖然打鐵工匠同洗衫工人都好勤力咁修行，但係由於方法唔啱，令佢哋兩個都冇辦法成功。當轉換方法之後，佢哋就如魚得水，好快咁成功咗啦。就好似我哋着鞋着衫，梗係要買適合嘅大細，用唔同嘅物品都要揀合適嘅，唔係貴一定係好。選擇職業都係咁啦，要睇下同自己嘅身心係咪夾得埋，平唔平衡到。譬如話身形高大、身手靈活嘅人，以運動為職業嘅話，就當然係事半功倍。如果你係一位唔善於 social 又中意靜嘅人，如果去從商嘅話，你再努力都係揾自己笨。相反，你去從事要獨立完成嘅事，譬如話藝術、寫作呢啲嘅話，可能會大有作為。就算好忙嘅話，你都會覺得好開心。所以選擇到合適嘅職業，自然比較容易平衡各種心理因素。年紀越大，狀態會越嚟越好，甚至會因為投入工作而發展出人際同生命嘅哲學。一田百貨以前嘅 CEO 莊偉忠先生就係一個表表者啦。由今日開始學習中道，從自己嘅健康同埋精神嘅狀況去衡量生活嘅節奏同做嘢嘅方式。就算係咖啡不離手，都可以係嘆咖啡而唔係灌咖啡。每日10分經典，令你生活更經典。拜拜。